喺過去一堂入邊，我哋探討咗20世紀60、70年代香港文化嘅發展，而呢個城市嘅文化發展嘅獨特之處，就係我哋唔可以割裂咁樣，純粹由華人殖民或者本地嘅角度去理解文化嘅出現同埋創造。我哋見到香港文化都係唔同歷史時代背景縱橫交錯嘅產物，造就到我哋今日見到跨越世代、政權甚至乎國界嘅香港文化。跟住落嚟嘅時間，我哋會探討下香港官員喺70年代為咗改善政府形象、吸納民眾支持，點樣推出跨越世代嘅文化政策，令到喺半個世紀之前已經出現香港夜繽紛。由60年代尾開始，香港政府希望繼續保持社會穩定，建構香港人嘅身份認同，推出一系列嘅節日慶祝活動，同推出生肖郵票有啲類似。香港政府嘗試構造一種香港獨有、跨世代、跨越社區嘅中華文化，而呢種文化空間係屬於香港，同中國內地或者台灣嘅文化政治表述分開，並不包含任何中國政治思想，而一啲文化政策嘅目的依然係本地維穩。喺中國同英國未能夠開始商討香港前途嘅時候，繼續維持殖民管治嘅穩定。而首先推出嘅呢啲節日慶祝，並唔係任何傳統嘅中式節日，而係1969年到73年嘅香港節。香港節並唔係殖民地政府嘅產物，而係源自1967年香港工業總會舉辦嘅香港週。當時香港週開始嘅時候，目的係鼓勵香港人用香港貨。但係大家記得嘅話，同一年正值6·7暴動，香港各階層都認為香港週嘅目的應該更加闊，係要為大眾利益展現社區團結嘅能力。而政府稍後亦都資助香港週嘅活動。香港週嘅其中一個特點就係佢嘅中華文化元素。當然香港週就絕對唔係淨係講中華文化啦，但係有唔少中式嘅元素都係成為節目嘅亮點。根據官方記錄，同傳統中華文化有關嘅節目都幾受歡迎。例如一個有關女性中式服裝嘅展覽，展示嘅服飾由慈禧太后嗰件袍，去到民國時期嘅迷你裙都有。呢個展覽受歡迎到香港週結束之後，舉辦方要另覓場地繼續展覽，等上嚟睇嘅人都睇得到。舞龍舞獅等嘅表演非常熱鬧。粵劇表演門票亦都立即售罄，而佢嘅受歡迎程度群情洶湧，導致到商業電台之後都要轉播，滿足市民大眾嘅要求。香港節當然係貢獻俾香港每一個人㗎，不過最主要嘅呢，都係特別貢獻俾現在香港年輕嘅一代。6·7暴動過後，香港政府一直想揾機會再製造呢啲類似嘅喜慶節目。對外官方嘅目的就係要提供免費娛樂俾市民放鬆身心。內部政府官員就係其實想令到所有香港人都可以參與，去製造一個屬於香港人嘅節日，製造香港人嘅身份認同，令到佢哋覺得呢個係屬於佢哋嘅地方，要一齊保護，繼而穩定人心。1969年，政府借鑑2年前嘅香港週，舉辦屬於官方嘅香港節。為咗令到香港各界都有份參與，政府邀請唔少街坊福利會、各行各業嘅組織一齊去協辦，想將呢個香港節變成香港人都有份籌辦嘅節日。當中唔少節目都借鑑之前嘅香港週，迎合市民興趣，推出唔少同傳統中華文化有關嘅節目。而最矚目嘅就係當時嘅花車遊行，都係有大量舞龍舞獅出現，甚至乎有啲唔少劇團去扮晒啲中國歷史神話嘅英雄人物出現。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傳統嘅中式音樂、流行音樂喺個遊行度出現。各區都有唔同嘅中式戲劇表演，例如粵劇、京劇等等都有。甚至乎年輕人喜愛嘅沙灘派對都逃避唔到中式文化。
例如喺淺水灣嘅一場沙灘派對，當然有唔少年輕男女玩得興高采烈嘅時候，居然有人喺度舞龍舞獅，水上面仲要有龍舟、鳳舟嘅出現。通過民政處嘅調查，香港政府覺得呢次香港節非常之成功，唔單止為市民帶嚟娛樂，並且可以改善政府形象。有見及此，政府喺1971年同73年再次舉辦香港節，目的策略不變，但係規模更加大。花車遊行再次出現，根據當日《華僑日報》嘅報導，明明呢個係香港節，唔係要慶祝任何傳統中式節日，但係佢報導所出現嘅嘢，大部分都係中式文化元素。根據報導，個遊行個花車巡遊有啲乜嘢出現呢？舞龍舞獅、傳統中國舞、中樂表演等等。僅餘嘅外國元素就得返英國國歌、一個威爾士銅管樂表演、單車雜技，同埋當時嚟宣佈香港節開幕嘅港督麥理浩。1974年政府宣佈因為財政原因唔再舉辦香港節，但呢個並不代表佢哋唔再透過節目提供免費娛樂，取而代之係市政局舉辦嘅免費節日娛樂。首先就係1974年慶祝中秋節嘅維園彩燈會，同前面3次香港節唔同，市政局舉辦嘅活動更加強調要顧及唔同嘅年齡層，即使係傳統中式節日都要有年青人嘅元素。例如有啲乜嘢呢？時裝 fashion show、DJ 表演、流行曲演唱會，甚至乎年青人非常中意嘅舞會，吸引多啲年青人去參與。1975年有見維園彩燈會嘅成功，市政局亦都開始主辦農曆新年嘅慶祝活動，推出類似嘅節目，俾唔同世代嘅人一齊慶祝傳統中式節日。由生肖郵票去到啱啱所提到嘅喜慶節日，殖民地官員都喺度建構緊一種香港獨有嘅中華文化。呢種中華文化脫離各種中國政治意識，目的係要維持殖民管治嘅穩定。與此同時，呢種中華文化並唔係一味喺度講舊有傳統，而係重新創造傳統，建立一個跨越世代嘅中式節日慶祝同埋多元嘅中式娛樂表演。呢啲60、70年代由殖民地政府重新建立嘅中式傳統，喺今時今日嘅特區政府依然見到。每年嘅維園彩燈會，或者近年動盪過後見到嘅繽紛節目，喺香港歷史上面都或許唔係一啲乜嘢新鮮事，或者喺我哋享受香港夜繽紛嘅同時，亦都可以諗下呢啲經過那些年嘅慶祝節目係點樣喺香港歷史出現嘅呢？